挖掘新闻内幕，挖苦新闻人物，我是郑弘仪，我是虞美人，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哇哇哇！为您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第一位是命理专家张维忠老师，第二位呢是媒体工作者王瑞德先生，还有一位是眼科医师吕大文吕医师，以及电视台主管常立新先生，还有另外一位媒体工作者王时琪小姐。欢迎5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现场。今天要讲的是视网膜剥离，可是为什么会请命理专家？是算命的比较多，是瞎子之后，就是眼盲之后从事算命，还是他算得很瞎，所以最后眼睛就不好了？不是，一般人说会算命的眼睛瞎，不是，所以眼睛瞎的人也只能去算命，这2件不同的逻辑，因跟果。我在17岁的时候去算命，我说我将来会不会当算命人？他说你当算命会3件遭遇，一就是你可能会眼睛看不见，2你可能会没有小孩子。没有儿子，3可能寿命比较短。如果你来当算命的话，你就自己斟酌。但我还是依旧有2件事没有发生啊，一定不会啊，你没有瞎掉啊，你有子女啊？不是，我没有儿子，我只有女儿。然后我眼睛曾经经过5次被打得肿起来，差点瞎掉。然后至于短命的话，我大概只能活到66岁，我自己也知道。那我一直不愿意当算命的，我就当导游就好了。后来实在是没办法，干脆就来当算命的。那后续的遭遇也证实了，眼睛被打瞎过，差点打瞎过5次。你确定你只能活到66？差不多，我算命很准啊。你确定你能活到66？你干嘛写？我都是被男生打了，吓一吓男生打的，看我不爽的男生。你都被打5次了，还可以活到66吗？那后来就学习了，以后就变得熟辣了。对不起，一直喊道歉。好，我今天因为我们的好朋友常立新先生他其实大概过年前的对不对哈？对。所以有一阵子没有看到他，后来才知道说他眼睛不舒服，怎么这一不舒服就躺了40几天，这一定是很不舒服，而且强迫卧床，对不对哈？可不可以讲一下你到底怎么了？你的眼睛？没有，其实这个过程，瑞德兄应该比我还惨哦。我其实那天只是去做检查，就是眼睛，我之前有飞蚊，其实我做过飞蚊的雷射，大概3年前我就做过飞蚊的雷射，所以我以为是安全的。所以前几大概1月，你不是因为不舒服去的？其实还好，我就是突然觉得眼睛好像这个不是干干的，就感觉我的视力有一半。眼睛里面好像有一半变成黄色的，好像我戴了一个黄色的滤镜，但是只有上半部，我觉得很奇怪。那过了2、3天，以后完全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痛、痒，完全没有。就是右眼，觉得所以你就去遮了一半。对，我就想说去检查一下好了，就检查一下，我就去我平常去的眼科。眼科医生就帮我点了散瞳剂，就做那个视网膜的检查。他看了半天，他说：“飞蚊还好啊。”他说：“看得不太清楚，就建议我到大医院去做电脑断层，眼睛的电脑断层。”我就去长庚就去挂号，挂了半天，等了一整天。我还跟我太太2个人，我们很轻松这样子去长庚医院做检查。结果那个长庚医院的医生一看我的电脑断层，马上脸色变了，跟我讲说：“完了。”剥离，视网膜剥离啊！我听了说那会怎样？他说立刻开刀，没有第2条路。他说你的视网膜已经剥离了一半，已经掉了一半下来，而且就是在黄斑部，在最危险的黄斑部。我说那不开刀会怎样？他说2万失明。哇，这个2万，2万，就那只眼睛失明。对，我说那什么时候会发生？他说不知道，可能下1秒，可能也可能。2周后或是几天，他说不一定，但是2万。他说但是2万失明，吓得我连去问2万的意思就是一定会。对，我就吓得我连再去问另外一个医生的时间都没有，立刻当天办住院，第2天早上就送进手术室，送进开刀房，而且是这个手术是全身麻醉。全身麻醉，要全身麻醉，为什么只有眼睛啊？对，然后开了2个多小时。那据他说是做2个手术，一个是这个虹膜扣环，另外巩膜环扣，对，一个环扣这个手术，另外一个手术是等于是这个打空气进去，打空气在我的眼球里面，所以把这个视网膜等于是用顶回去。我请教一下吕医师好不好？何谓视网膜剥离？你可不可以用图跟大家解释一下？剥离就像我们眼睛的一个 cushion 就是就是避震器一样。那网膜在最后面，那当我们避震器如果说开始有出了问题以后，网膜撑不住的时候呢，这个网膜就会掉下来。那它掉下来的时候，它可以用各种不一样的形态哈。那最常见的话，就像刚常先生所说的这个形态，这上面有一个破孔，
那开始它会有血流下来，血流下来以后水会灌进去，那这个网膜就掉下来了。对，这是很常见的。对，是。我还是听不懂哎。好，这样听懂吗？听得懂，听得懂，我还是听不太懂。我们的这个视网膜就像我们这个照相机的底片一样，就是我们平常看到，这是我们的眼球。对，在我们眼球最内侧的地方。对，有个网膜。那这个网膜呢，它本来就是应该，比如说我们亚洲人的话，大概是来，吕医师，我这边解释一下，郑大哥，这一圈是我们的网膜。对。OK，就是咱的照相的底片啦，好，安尼啦，这是这个水晶体瞳孔的家有无？哇，那瞳孔无？你从这边看进去嘛，哈，对，基本就是这条这顶内底有破坑，对吧？破洞有血跑出来，然后就整个规的也规也绑开我，所以你看第二张图，绑过来图，绑过来就是玻璃嘛，玻璃了，有没有？哎，就是撑不住了，撑不住破个孔以后，血就跑出来了。所以当他第一次去看门诊的时候，那医生跟你讲说，哎，眼球里面有出血，就是因为网膜当它破孔的时候，它上面有血管，血管这是侧面图，也是规平面的那个图，所以就整个血就流下来了。那他会觉得黄黄的是那时候已经流血，出血以后他会觉得黄黄的感觉，对。啊，所以都不会痛，完全不会痛。对很怪的是完全没有感觉。所以那个如果没有马上就医，其实有可能是马上失明的嘛。这个我们一般来讲哈，这个视网膜剥离的话，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失明？是看它黄斑部有没有影响到。假如说在很周边的话，他医生大概就跟你讲说，我们可以再等一下。对。那黄斑部这个视网膜剥离，它这个有跟运气好坏有关系。假如说剥离在下面，那在下面的时候，它这个时间就可以比较久，可能2-3个礼拜，你可能还都没有感觉。可剥离在上面，它症状就很明显，因为重力的关系，所以它很快的就会跑到黄斑部。那当黄斑部一脱离以后，这个视力将来最好的视力大概都没有办法超过0.3。所以他一看到说马上就要处理，大概这样。所以那时候常见可能大概是已经有一半的黄斑部大概受影响。所以他跟你讲说随时的意思就是这样，因为再一下子也许要整块黄斑部就起来了。昌哥，你的老板在工作上很压迫你吗？没有了。这个其实没有吗？你有委屈现在要讲啊，是，因为你要保护你眼睛啊。对，没有了。这个当然我想医生刚才也讲，这跟深度近视其实好像比较有关。好像近视眼几度？我近视本来就大概超过1000度。就超过1000，就是深度近视。那据医生跟我讲的，我的医生跟我讲，就是说我的视网膜剥离的几率是一般人的正常人的100倍。对，100是因为1000度的关系。对，就度数越深，好像是几率倍数越大。对，这个倍数会越大。我们一般讲，如果说度数越深的话，这个眼球就越大。可是这个上帝在造人的时候，他原来没有给你准备好说你将来是1000度，他原来认为说你现在就应该正常眼。那你现在如果说眼球变得更大，就像我们家里铺地毯一样，薄了，到最边边的地方就开始绷得很紧啊，你跳2下就掉下来了。对，所以度数越深，为什么产生网膜剥离的机会，就主要就是因为眼球更长了，旁边拉得很紧的关系。是，对。那跟你就是工作时间太长，或一直看电脑荧幕，或者是工作压力有没有关系？工作压力，据医生跟我讲据我的医生跟我讲，大家等一下可以再请教一下这个吕医师。就我的医生跟我讲说，其实这跟这个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之前有问他，好像是如果我提前做那个近视雷射手术，是不是有帮助？好像也没有用嘛，就是即使做了雷射手术，因为近视雷射手术它只是把这个度数去掉，它不会改变你眼球拉长的一个状态，对，所以不会改善。对，所以最主要雷射没有，我没有做，所以最主要其实还是近视的关系了。那你说，当然工作压力看，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本来职业病度数本来就很容易增加，因为我们长时间看荧幕看电视，反而是说这样子会造成我的度数一直增加，也就是眼球的压力会越来越，眼压可能会比较容易大。所以当然有一点关系。手术前是1000度，手术前是1000度左右。手术后呢？手术后我现在右眼是1400度。为什么又增加了？对，度数会增加。对，因为可回复吗？可回复吗？好像照我的医生的讲法是慢慢的休养。那你应该但接下来会就是这个白内障，接下来的后遗症是白内障。但你现在不能戴隐形眼镜了吧？暂时不能戴。对啊，因为会碰到，对不对？对。高度近视人是不适合搬重的东西。不适合用力啦。高度近视其实很多不适合，也不适合坐云霄飞车啊。对。我们也常看到人家坐完云霄飞车以后就网膜剥离。就是吕医师，什么叫不适合用力？那个用力是到什么程度？就是你要憋气做事情，那就像上大号啊，每次太用力，一用力之后就会有冒星星，那是不是视网膜剥离的危机开始？对，上大号。所以应该要检查一下，欢迎检查一下。可是吕
于是人家都假把它帮美出来啊，我就很用力啊，为什么冒星星？不是每个人都会啦，就说你除非你的周边网膜有退化才会。那你说一般人的话，他视网膜是好的话，就算你这个解便没办法的话，也不会说真的会怎么样。但是如果你是高危险群的时候呢，如果说你这个解便会很用力，一般都建议要吃软便剂哦。所以有的时候，当你看门诊的时候，有病人跟你讲说，吕医生我要开这个解便剂，就是这个就是那个缓泻剂，有些奇怪。他去看眼科干嘛开缓泻剂啊？因为他在上大号他会用力，让大便变软，让大便变软。那可以提水桶吗？哎，不要太重的，譬如说你拿个10几20公斤啊，不要拿个100公斤啊，这样子。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好像都有一点飞蚊症哈，像我也有。你在就是视网膜剥离之前的飞蚊症严重吗？有蛮严重的，就是飞蚊症其实好像是一个征兆了。哦，之前比较轻微。我在那个去看医生的前几天，这个飞蚊症会变得像网子一样，好像有一个网子在你的眼睛这样咻就飞过去一个过去。本来飞蚊症是一点一点。对。我在前几天的时候突然有像网子这样，过几天再去医院检查，结果后来就发生那个整个视线变成黄色，一半变黄的状况。这样问的意思就是说，想请教李医师，是不是在视网膜剥离之前的征兆，就是说，像有一张网子飞过去，或者是这个一半变黄了，这其实已经出血了，是这样子吗？这是它征兆之一的。我们一般对飞蚊症的建议是这样哈，假如你从来都没有飞蚊症，那你第一次发现有飞蚊症，一定要找眼科医师检查，因为这代表说周边网膜可能就有病灶，可能是破孔。也有可能是产生了萎缩现象，那有些色素就从这个视网膜释放出来，还有出血吧？对，有的时候也会这样，所以你就感觉有飞蚊症。那假如你这个飞蚊症大概好久都没有变了，那你大概3个月半年检查一次。可当有一天你突然觉得说你飞蚊变得非常多了，一下变得非常多，那甚至可以觉得像一个网子啊，像一个帆啊，在面前经过的时候，这个时候今天马上就应该检查，因为这个时候产生网膜剥离的机会就非常高。其实。于是我打刚好弄牛血压，我还吃血压药，偶尔呢去看看心脏科的医师，因为我知道我现在血管塞住了，我的眼睛从来没有去检查过，对，就现在人好像都没有在检查例行性检查眼睛的哦。对，我们一般都建议大概生日那天要看眼科了。生日那一天为什么？这个很多人讲说，当初就是眼睛不好，然后这个才结婚啊或什么的，所以说应该结婚纪念日，结婚纪念日，但是不太敢讲结婚纪念日，所以我只好讲生日总是可以的。把就可以搞点什么意思？对啊，有啊。我自从认识陈慧文，也有飞蚊症就跑出来。是，我也有一个，我是飞凤，一条凤啊，而且那个是我。而且那个是其实已经10几年了，那个是我那个生孩子之后坐月子那个月哭的，就因为小孩有很多状况，也都在加护病房这样子对，所以是那个时候，所以我才想说坐月子绝对不要哭哦，那真的最后那个眼睛真的很受伤，所以可是那已经10几年了，它也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应该就。不是，就是如果已经有飞蚊症病，我们还是说完全没有症状，应该3到6个月，最好6个月的时候还是看一下眼底。OK， 好，要眼底，不是一般眼科检查。他们是生活习惯可能有点问题，我是才无辜啊，就开个车跟别人吵架。你为了彰显你自己，为什么要站把郎？不是嘛，我讲我坎坷的遭遇啦。那我就是开个车出去跟他吵架，就被拖出来打，打完之后这个右眼就飞蚊症了。那差点瞎掉，那个是出血，整个出血。那这个飞蚊症是自然形成还是外力的我一般说这个外力最容易造成的，因为这个周边，假如说你本来就高度近视，周边网膜本来就很薄了，你给它刺激了或者是这个撞击以后呢，它就会色素会放下来，所以它就会这样。那他这种开刀的情况下，可不可以顺便再开近视眼一起来？像我妈妈就是白内障。对，一次再开近视眼，他为什么不行？请教一下。因为白内障是这样，我们这个水晶体负责我们的近视在1800度，所以当你如果开白内障，你顺便把这个水拿掉以后，它近视就会降低了。对，那像这个唐先生的话，他主要是因为他是用一个扣压术以后的，他扣压以后，这个眼球反而变得更长，所以更长以后呢，你去做近视手术，不见得对他有帮助，而且它的度数未定了，你没办法知道说它到底是多少度，所以没办法做这样的手术。瑞德，你是我每天做伏地挺身超过100-200下，我每天举哑铃，对不对？几百下都是用力的那种运动，可是一直都没有事。我比那个长兄坎坷的，为什么呢？因为刚刚讲到飞蚊症，你有什么征兆，对不对？我告诉各位我自己的经历啊，这个我还记得是当归
告别式的第3天，我去我在那个我把当归到第2殡仪馆，因为它很低调嘛，所以呢，他的灵车到了第2殡仪馆到火化3分钟。那个是9月初了，把它全部拍下来以后，第3天我印象很深刻。第3天有一个晚上，我在家里看《资治通鉴》，因为我不能承认我在看波多野结衣啊，所以呢，我在看《资治通鉴》，对，就在看《资治通鉴》，在里面藏着波多野结衣。突然间，那个左眼，因为我是左眼，左眼的这一边，对不对哈？突然间，我们都有回纹症，都会飞来飞去嘛，它有时候跳来跳去，都是细的。对，突然间我先感到，哎，怎么有那个光闪光？开始有闪光，我还想说奇怪，我是不是太累了，还是外面有没有干什么？突然间闪光开始一闪一闪这样过来，然后飞蚊那个又粗又黑的飞蚊飞过来，你知道吗？出现大量的出现，我后来就眼睛闭看看，我发现是左眼。那我那时候第一个想法是，不能让我隔壁的太太知道。因为我是 O 型摩羯座，我会很惊，我想说一定是我太累了，你知道吗？不能被隔壁的太太，你跟隔壁的太太有什么？他坐我隔壁啊，我让大家知道，他知道一定会压我去看医生嘛，对不对啊？你们家的太太啦，隔壁的太太。为什么隔壁的太太在你旁边？隔壁的王太太，隔壁是有2个，你到底染了几个？然后呢，我就赶快装，好像都没有事发生，你知道吗？我心里想，一定是我太累了啊，休息一下就好了啊。过了2天还是一样，然后那个飞蚊是又粗又黑。真的是又粗又黑哦！它飞蚊到什么程度？它飞过来的时候哦，飞过来的时候会挡住我的视线。哇，这样不用，会看不清楚字，会看不清楚字这样。我就在想，我这是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第3天的时候，它又好一点，那个闪光哦有好一点，然后飞蚊还是有这样子啊。我心里在想哦，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第3天我去参加弘仪的有个节目，那时候嘛哦，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就是要吹肺活量。哦，你知道男人都，我还记得我跟你讲，我男人都要面子嘛，所以我一吹，果然肺活量是当场所有的人最大，对不对？对，我用个鬼名啊，按拱拱啊，那两个已经叫大条。对，好，录影结束后半个小时，我开车到另外一个地方准备录影哦，然后正用那个扩音器的那种车内的扩音设备跟我太太在讲话。我车子开进去停车场的一刹那，我以为我的眼镜去撞到东西，就是脏掉。为什么？我左眼突然间变成模糊的，你知道吗？我想说奇怪，眼睛是不是那个感觉就是你的眼镜镜片脏了，你知道看不清楚。我心里还想说，哎呦奇怪，为什么我就弄到这样的？然后我把车停好了以后，又跟我太太还是欺骗家里的太太哈，还是继续上节目，还不是没有让她知道，也去上节目。然后就把眼镜拿下来以后要擦眼镜，我发现不是是我的眼睛整个左眼模糊掉了。啊，这拜我要继续两想乖的是这拜。我想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因为前几天又发生那个事，所以我等录完影以后，乖乖的去找了一家眼科诊所看了以后，他跟我讲出血，你的眼睛大出血，他会给你散瞳嘛，散瞳以后眼球就那个眼就变大。他说你大出血有破洞，他说可是应该不会那么倒霉，因为只有1/10的几率会视网膜剥离，可是他看不清楚，因为眼都是血，所以他看不清楚，血流的很多都看不清楚。他说你可能要到大一点的医院去看，因为他没有超音波，也没有断层，都没有，好吧？那我就回去，我是一直考虑要不要跟太太讲，你知道吗？可是后来瑞德插个话好不好？我觉得他跟你的那个真相不太一样。你的长哥是眼睛出现异状的时候，他以为他是刘海掉下来。啊你呢？我没有刘海可以掉啊，我跟郑弘仪一样，没有刘海可以掉。你还想占我便宜啊？就我跟各位讲啊，然后我就去诊所就看一下我的刘海。那很多年以前了，然后我就乖乖去检验嘛，乖乖去检验了以后呢，我就到一家比较大型的医院去检验了。那女医师对我很好，她一看对不对啊？哎呦，她就叫出来，我给她讲起来。怎么了？2个很大的破洞。那2个很大的破洞，又有血，又有什么，又有水流进去干什么？听不懂。但是从他跟他的助理可以知道，很惊慌，就是他们很惊慌，然后说视网膜瘤掉下来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心里想说，那就因为我不知道严重性，我不知道严重性。我那天是礼拜5啊早上，我还想说那礼拜1去挂那个教学医院的门诊，他说不行，就跟你的医生一样，他说不行，你这随时会失明，紧急，很紧急，3%万。对，那我就说他就开转诊单给我，他很好心开转诊单哪一家这样子啊？我说好吧，那我就拿转诊单去看门诊。他说不行，你要从急诊室进去，你不要再去弄门诊，就进去这样。我就到了，我非常感谢马偕医院，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个很好的医生救了我的眼睛。看了以后呢，他一看，哇，视网膜剥离，然后那个破大洞，对不对啊？可是他先帮我用雷射
而且我要命的是，我这只眼也有，但是我右眼的那个洞是小破洞，总共6、7个小洞，那用不同的雷射光6、7个小洞，6、7个小洞，用不同的雷射光给你哒哒哒哒哒，很痛啊！我跟你讲，那个黄光、蓝光那个打下进去很痛，你还痛还不能挨，因为我们要装作我们很厉害这样子，不能挨，然后一直噼里啪啦啪。真男人。这一边哦，我1个月之内打了3次雷射，宣布失败，因为它水晶体有没有拉扯的那个力道很大，所以我没有办法，最后去做了巩膜环扣，就是你刚刚讲那个巩膜环扣的手术，因为他说3天就可以出院。哦，好，那也有后遗症哦，包括你的这个什么近视什么东西增加，我就想说3天就可以出院，好吧，没办法，死马当作活马医，它的原理其实就是在你那边弄一个那个把我的破洞压回去。那你为什么？你听我讲，为什么好做完了？为什么灌油？做完了以后，又失败。巩膜环扣手术失败，我又失败，然后呢没有办法，最后做什么呢？最后就是做跟你一样的那个手术，然后可是我不一样的地方是我要灌油，因为我没有办法一直趴着，你知道吗？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我趴那个空气灌进去以后要趴很久，40天到3个月，对，你知道吗？那个趴着，但是我灌油还是很痛苦，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是要趴一段时间。我告诉各位，趴着睡是人世间的一个折磨啊，那个。第1天趴着睡，是真的趴着睡，是整个要这样趴着，你知道吗？不能动。2个肩膀像火在烧一样，你知道吗？我照片都有带来。你趴几天？我趴了15天。你趴15天还该怎么该啊？你趴40天都没有该。可是问题是我还没讲完呢，我总共5次手术啊，他没有啊。最惨的其实是手术后，手术还好，因为其实全身麻醉你也不知道嘛，就醒过来就手术完了。最惨的是结束以后，要趴。维持24小时，维持趴着的姿势。趴着姿势其实就是说你的脸跟地面要平行，因为它里面那个空气是因为视网膜是在眼球的后面，要把它顶出来。对，那这个空气必须是往上飘嘛，所以你就要像做脸的那种床，对，按摩那种洞嘛，对。那你是从底下吃东西吗？没有，吃东西的时候勉强就是你就低着头吃就是了。低头，对，低着头吃。那唯一每一天稍微好一点就是洗澡的时候，洗澡因为不能低头洗嘛，就洗澡的那一小段时间可以稍微轻松一点。其他24小时，就是睡觉，反正睡觉也要趴着睡就是。睡觉的时候就拿一个那个。你这样趴多久？是40天啊。一般来讲是30天。那太严重。有的要拍3个月。对，那我的话就因为气泡一直没有消，那可能后来医生是跟我讲他打的比较大一点。气泡他打的比较大一点，就是。整个眼睛里面有一个空气，如果是女生这样趴40天，鸭蛋都变荷包蛋了呀！对啊，我才知道说原来后来才知道原来趴着睡有这么难过，趴着睡觉这么难过。可能你对太太还不错啦，不然那时候报仇就在那40天。对啊，那个趴着就是一下子是肩膀会酸，那肩膀后来拿个东西撑住以后，开始腰酸。你有把 iPad 放在底下吗？有了，后来实在是太无聊了啊！就是等到稍微好一点以后，还可以稍微用左眼，用仅剩的一个左眼看一点东西。其他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都听音乐，对，只能听广播、听音乐。脚是水肿的，对，脚的话水肿。对，那时候唯一的娱乐就是按摩一下。趴着不是很放松吗？没有，我就说了，你趴2个小时以内，有人在按摩，那很舒服。那有人趴睡是怎么睡的呀？趴睡应该就是小孩子才有办法，就是长时间。因为趴睡，我们一般的趴睡头其实会稍微移动，可是我们是要面对的正下方。其实到后来，老实讲，到后来几天真的也受不了了。就是说，其实我睡觉的时候会自然头会稍微偷跑一下，会偷跑一下。那没办法，那就是晚上突然惊醒，然后你会突然，那个时候每天晚上其实大概都会至少醒过来3、4次以上，就是脖子受不了了嘛，对，很痛，酸到受不了，那就会起来总要换一个姿势。那刚好那个时候冬天，有时候那个寒流又蛮冷的。那我为了怕影响我太太跟小孩子睡觉，所以我是一个人睡在外面，房间的外面。我们起居室里面，我另外就是睡在地毯上面。然后那时候发现那个蓝骨头很好用。蓝骨头啊，就是那种一般来做的，它会塑形。对，它比较可以塑形，就是你就趴在上面，然后比较好瞧位置，比较好瞧姿势。你家动得掉呗？对啊，就是那原来是用那个圈圈，对，后来那个圈圈实在
很难过，对，很痛，闷，而且很闷，对，很闷。下面后来就用蓝骨头，我就等于是头是悬空的。那个圈圈是固定 size 的。对，那个圈圈就是其实就是那种坐飞机的时候放。对，这种颈圈那种东西，对，把它垫高了，然后你头这样子才有空气嘛。30几年前，我的小阿姨啊，那时候我国中，然后呢，她也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她没有趴睡，她是躺着睡，哎，是不准动而已。可是你这个竟然要趴睡，对，所以可能手术又不一样，玻璃的情况不一样。因为大概30-40年前哈，就是还没有办法做现在这个叫现代化的手术，所以它如果网膜剥离，唯一的方法就是你就躺平着，让网膜自己想办法贴回去。对，那中间大概有20%的人有机会，他就自己就贴回去了。是我阿姨就是自己贴回去，可是她是真的就是卧床一个月。我看一下趴着有多痛苦的照片。趴着睡，那时候我太太有把那个趴着睡，趁我在睡觉的时候，所以我传简讯给你的时候已经趴着了。已经趴着，这个是低头，这个是要低头吃便当吗？对，低头在吃饭呢，还是干什么的？低头吃便当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睡，就是这样哦。你要搞清楚，你只要休息的时候，你一定只能这样趴着睡哦。对，你知道吗？连完全都没办法动。你看那个肩膀，对不对？哈，那个肩膀其实是没有啦，你这个椅子不对啦，因为你那个只是一个枕头嘛，帮你垫着嘛。然后再来，等一下，没有那个按摩有。按摩的一个我有去睡那个按摩床，对不对？那个哈，这边更痛。按摩，如果你睡那种床，你睡1个半小时、2个小时很舒服。对，你睡8个小时试试看。睡久了还是不舒服啦。然后这个你看，这个是我等于说那时候就手术完的时候要戴这种那种铁罩子，对不对？这种铁罩子要戴好几个月，我戴了4个多月。为什么？为什么感觉像警匪枪战之类？没有错，像被逮捕的这样逮捕，很像歹徒。因为我们连睡觉的时候手会不小心碰到眼睛。对，有一次我半夜睡觉被自己惊醒，因为我发现揉眼睛碰到这个发出声音，我们会不小心。然后我跟你讲，眼科医生所以其他照片等一下好不好？瑞德来先休息一下。好不好？波多野结衣可以拿出来秀一下啦。好，当你一个人眼睛被弄成这样的时候，即使波多野结衣在面前也没有用，他也看不见。没有错，我非常的感谢。我说那个还是可以比较容易让仁者侠医哦，我们医生哈，他有如果真的对病患很好，我真的非常感动啊。因为我以前当特种部队的时候，我们打拳击就伤到眼睛了，连悬吊系统都伤到，所以我后来经过等于说手术了以后呢，就把油给灌进去了。然后他灌的过程当中，又把雷射用的很厚的雷射把视网膜弄住了。本来是 OK 的，我就觉得自己已经至少我可以终于安稳一掉了啊，就没想到隔天我的油漏出来，不是漏出在眼球外。是露出到眼球的前半端。我们的眼球其实还有一个前面，对不对？它是靠一个悬吊系统把它吊住。它从悬吊系统有漏进来，漏进来了以后，你知道吗？我前面变成一模糊的东西。越漏越多的话呢，眼压会过高，我就变成青光眼，可能会导致失明。那就要抽这个油出来。那你知道要怎么抽吗？然后呢，就全身麻醉再一次。如果有那么一天，你还是走算命啊？对呀，没有错啊，而且我一定算得比曾老师好。你要看到荷兰啊，不用看 A B 我警告荷兰，你知道吗？就波多野结衣又摸，就全身麻醉一次，把那个油抽出来嘛。可是你知道吗？全身麻醉多次了以后，因为我在很短的时间一直全身麻醉3次，有个后遗症。我小便对不对哈？我那个小号啊，5分钟就觉得膀胱快要胀破了，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不知道，那是后遗症。就是你全身麻醉了以后会后遗症，然后可是你去尿就尿一点点，可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什么射腹腺什么问题啊，结果后来我发现要用热水在你的腹部这边不断的按摩干嘛，结果没想到抽了以后又漏出来啊，那怎么办呢？又要抽，我就拒绝全身麻醉，这时候就局部麻醉，就是在眼睛上面麻醉，可是你必须做到一件事情，你的眼睛不能动。你的眼球不能动，而且呢，你就要这样子静静的不能动。你一动的话呢，马上在全身麻醉再帮你弄，因为你眼球跑掉了嘛，你会害怕。我灌了油了以后发现了一件事情，我的这边的眼镜的近视眼度数575度不见了，所以我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每个人的那个长相。我在下了麻醉跟那个所谓的消毒了以后呢，我竟然可以看到医生、护士在手术房那个刀子在我的眼球这样子，然后刺进来，然后抽走，好可怕！快半个小时时间之内我都不能动，我的眼球都不能动，你知道吗？我告诉各位，做到的，我真的没有动。各位问我怎么做到的？
如果你跟你太太同处30年的话呢，大概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我很能忍啊，所以呢，我就真的忍着，我就真的这样。后来最后的受害者原来是你太太，你知道吗？就这样忍了。所以我告诉各位，我经过这些历程，整个过程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在住院期间总共18天，然后呢，我还得每天就算有坐起来都要低头，然后那时候刚好电视每天都在报。有一个情治单位首长去嫖妓，然后内幕过程是怎样？大家都在讲王卓君，我告诉各位，不是王卓君，为什么？因为我认识那个情治单位首长，我还去跟他喝过花酒。可是呢，看台面上面电视上面都胡说八道。本来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事，你讲王卓君该怎么？然后出来的时候，把名字讲出来。每天最担心的早上一大早那个复诊，就是在担心自己会不会眼压又过高，什么时候才能出院？所以在住院那段期间，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所以其实我从此以后我还没讲完，从此以后我就淡泊名利了，我马上去买这个2000块的大乐透，然后2000块的这个刮刮乐自己刮中了，我要做好事。这样叫淡泊名利。所以其实打空气要比打油好一点，对不对？但是你要至少没有流出来的风险啊。打空气有一个其实最恐惧的地方是哈，一般的手术就是说开完了以后就结束了，哦，就是复原嘛。这个手术最恐怖的地方是手术完了以后，医生跟你说，手术很成功，但是你的视网膜有没有贴回去呢？30天以后，你乖乖的趴30天，30天以后，对，才知道它贴回去了没。如果没贴回去呢？再来一次。那因为灌油的话，再来一次就不需要像那个等于说灌空气一样，至少要40天。那你们既然趴着，为什么不按摩一下？对不起，我这样问我们。有啊，我那时候就1个礼拜去按摩2次。对，搞不好要按摩一下才能够撑住。对，因为会非常酸，非常难过，而且整个因为都没有办法动嘛，所以帮我按摩的人都说整个小腿什么全都水肿，就会水肿啊。对，因为你的气血是没有办法没有循环的，没有动。那这个也是被打爆了哈，所以我先问一下吕医师哈，刚才讲说他以前有重疾过受伤，那这样讲那个拳击手跟那个格斗的那些人，是不是将来对啊，高危险的，对不对哈？是高危险的，对。就此时不发也，这个他日一定会，对不对？对啊，总有一天会有。只是说拳击手他很少是高度近视了，因为他很早就在学，所以他应该不是以读书为主，所以他的不容易近视，对他的那个危险因子就少一个，因为弗雷塞跟阿里都没有近视，都没有戴眼镜，所以他们的网膜周边是比较强壮的。可如果说你原来是高度近视，你又去学拳击的话，那你是最高，对，就是最高的。这5个月的复诊，因为我要常常回去复诊嘛，我遇到过好几个，各位一定要小心，为什么呢？我遇到过好几个眼睛就宣告失明了，那个理由你绝对不可想象。其中一个是他的孙子拿着那个强力橡皮筋，玩就把阿公的掉下去了，就完了。他就打到眼睛就瞎了，就这样而已哦。那我们大家都台湾人都是按那轮回了，跟我一样，就在家里等，说他为了自己好干什么？他拖了3天才来，就他眼睛就要摘掉。他以为会自己复原，对，他就摘掉了。然后另外一个是在工地也要小心，因为不小心会撞到。他是被其他人撞到，来了以后呢没救了。那这个是你看啊，张老师，你喜安怎含人玩 gay？我必须，因为医生是科学的，我是比较玄学的。那在中国命理当中哦，魂藏于眼，魄藏于肝。我们的肉身是很简单解决，但眼睛所看到的是魂魄的问题。那你刚刚说的一个重点就是，当归往生3天之后，你接触那个环境，而我这个是在世界末日那天，什么玛雅的世界末日2012年的12月22号22。对，那我那天就跑到龙山寺去拍外景，穿个道士的袍。也很尽职，在那边大肆狂词，因为寺庙外面都很多妖魔鬼怪，大放厥词，我在外面胡说八道一通，你知道吧？说天下之大，唯我独尊。你知道寺庙那边里面是神明，外面都鬼怪，出不去的。你在世界末日讲这种狂妄的话，你知道吧？后来在甩的时候，是不是道具会丢石头给我？我能够手击巨石，水将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万吹牛，你知道吧？后来噼里啪啦之后，你知道吧？以为石头丢完了，你知道吗？有一颗石头不知道莫名其妙从哪边飞过来，啪一个，哇，根本没有，就是这个，就这颗石头，对。听起来这样被打也是活该。活该呀，真的活该。这谁？这是韩国那个。这是干嘛呀你？在告诈欺人。对。然后这时候呢就被打到之后很可怕，我跟医生报告一下，那一瞬间是看不到的。可是既然眼白没有血丝。
那最让我惊讶的是，你按的什么？奇怪，你受伤了怎么会没有血丝啊？对，我就没有血丝。按有人说冰敷，有人说热敷，反正乱敷一通就对了。那你这个是冰敷还是热敷？我那时候是用冰敷。啊，这是谁打你那个？石头啊，石头是他们的工作人员乱甩，因为他是外景嘛，要证明他很厉害嘛，所以要丢东西给他这样打。其中有一颗是真以为的，以为打完了。这个制作单位太狠了。那后来假的，工作人员忍蛮久了。对。来，对不起，后来去检查，结果是什么意思？就是飞蚊症后来变成严重的飞蚊症，被重击后严重的飞蚊症，然后到现在为止就是每天要靠这个叶黄素，或许能够避免它所谓的这个恶化。你严重的飞蚊症有多严重？我看东西都飞来飞去的，都是很这个是被别人打的，这是被石头丢的。两眼现在都这样吗？两眼来两眼报道。所以你后来就恢复成这样是吧？不是，最近还是你出门都有拍衣服这样？对，好，我稍微一下，重点是，有时候戴这个眼镜有没有哈？以前我是戴没有镜片的戴隐形眼镜，可戴久眼睛又红，爱漂亮，又怕恶化。可是不戴的话，照拍出来会有多的厚度，反光又不太好看。你几度近视？700是高危险群哦。那有一阵子戴黑色墨镜是避免这个眼睛受伤了，可是戴黑色墨镜，人家说像怪叔叔。最近又把它带回红墨镜。还是怪。还是怪，这样子。大家要小心保护那个他刚刚讲的那个眼镜，就算没度数哈，其实你最好弄一个塑胶镜片或什么亚克力那个东西。我在当记者的时候，我有一次呢，我以前的主管啊，他喝醉酒会比灰啊哈，有一天他等于说去喝酒应酬晚上，我带他的班开会，那结果呢，开会了以后啉酒嘴啊，然后就叫我过去坐一下，那我们当然只好过去坐一下嘛。可是因为他喝醉了，所以呢，我们来了以后他就要我们就划3杯，不行。喝大杯，然后这样然后好喝大杯这样子，然后就干嘛？他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不高兴，那个筷子啊，就一桌圆桌我坐到对面，那个筷子隔了大概1公尺多，用CI 射进来我的眼睛，然后我那时候下意识的眼睛闭起来，对不对哈？可是他已经射穿了哦，射穿眼睛以后，那个碎玻璃就卡在我的那个。然后我那时候不敢动，你知道吗？怎么会有碎玻璃？哦，眼镜碎了，眼镜镜片碎了，你知道吗？我眼睛这样弄起来，可是我因为那直接的一个动作嘛，可是已经都感觉到那个碎玻璃刺到这样子，我都不敢动。然后他还在那边说醉话干什么？就赶快去那个想办法先把它清掉嘛。可是会有后遗症。我从那一次开始，我这边的那个也是左眼，它的那个什么飞蚊症就变多，你知道吗？所以一定要很小心外力的这个介入。那你这个月吃东西有特别禁忌吗？吃东西还好啦。其实吃东西的话，医生就是说不能吃硬的啊，用力的都不行。对，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像刚刚医生讲的，就是不要吃那种会造成便秘的东西，容易让你造成便秘的东西。对，然后你咬咀嚼也不要那么硬的东西。对，那再一个就是说，多吃那种深色的蔬菜、水果。要这个要叶黄素。那你视网膜剥离这样手术后，你觉得恢复的完全都没有问题？现在的状况就是第一个就是度数还是很深，就是会增加度数1000变1400。对。然后现在目前我的右眼看直线的东西其实是扭曲的，还是扭曲的。直线是弯的。对。那看曲线呢？看曲线就当然还是曲线，更曲了，基本上是扭曲的。那好像就是医生好像是说这个也在恢复当中嘛，就是说看东西会曲，一般就是黄斑部受到影响。对，只要黄斑部受到影响以后，他看东西就直的就会有点扭曲。对，像看哈哈镜这样。对。是。那你两眼有视差吗？有，现在大概400度左右的视差。所以你看，左眼是1000，右眼是1400，以前是1000。对。我们现场才6个人，7个人。有飞蚊症的举手。对，7个人，对不对？然后就有飞蚊症的举手。我觉得我好像也有，但是 OK 我不确定，没有你不确定，可是你看有飞蚊症的就这么多了 ，OK 哈。飞蚊症是到底又为什么？只要你眼前有东西在，眼前有东西不一定飞来飞去的，还动来动去的就是了。好，然后呢，结果飞蚊症是视网膜剥离的前兆哦 ，OK， 所以也就是说，现场才7个人，就有6个人有飞蚊症。我告诉各位了，你那个笔电
尤其现在很多人喜欢用 iPad 或者是用那个手机这样滑来滑去，对不对？这些东西不会直接造成视网膜剥离，但是它会间接造成。为什么呢？因为尤其是晚上那个灯关掉，你还在滑的人，因为它会让你的近视眼增加。是，近视眼增加了以后，你的视网膜就会变薄，薄了以后就容易掉。这样哈，来，我们先休息一下，金广告。那个怎样会有飞蚊症？就一开始要有飞蚊症嘛，那怎样会有飞蚊症？好，思琪，其实来宾来，我们也都会给车马费哈。那您今天的角色是？我没有到视网膜剥离，我的状况是我眼睛会有一段时间它是就不断的长针眼，叫做麦粒肿，对不对？然后它呈现一种猛爆性的方式，就是2个眼睛全部长得满满的，而且就是怎样都好不了，就不断的在点眼药，还有眼药膏，然后不能戴隐形眼镜，然后所以每天都呈现一个视力模糊的状态。是你的内分泌的问题，我觉得。医生说跟免疫系统有一些关系，因为太多了，所以他就必须用刀割，然后那个也就是小小的割一下。他说那个就很简单啊，也不用打麻药啊，所以他就在我眼睛里头这样直接割，把那些麦粒肿都割掉。我小时候最讨厌的就是我长针眼，对，人家都说我去偷看你洗澡，对，最讨厌。而且小时候你到底有没有？小时候长针眼可能就长1颗，可是我是长满满的。然后小时候都说你长针左眼长你就用右手这样子拉，一直拉。根本没用啊，因为你满眼都是，你怎么拉啊？2只手这样交叉一直拉，不是啊，就拉那个拉是有意思的，因为那个拉的过程里面呢，可以把那个北贝我们哈挤出来啦，就像你挤青春痘一样，把那个挤出来啊。没有，就那当然你是比较严重啦，对，应该是这个逻辑。可是为什么会在长达大概有1年的时间，我都呈现这个状态？可是你后来为什么好了？莫名其妙的好，对吗？所以还是身体的改变。可是那1年就极为痛苦，学来解释，因为你都看不清楚啊，因为它的分泌物会非常多。那1年你几岁啊？那1年我要播新闻，我还要采访。那1年是97年，香港回归，我刚好在香港采访，因为那么大的事情我看不清楚，天哪！然后你又得播新闻，你又不能戴个大眼镜上去，所以我就只有播新闻的时候戴隐形眼镜。那医生还给我1瓶眼药水，他就说：“你要播之前先点这个药呢，可以让你的眼睛黑白分明，没有糊糊的感觉。”我就这样撑过了1年，然后他就莫名其妙。因为我觉得跟体质有关系。像我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呢，他就是一整学期呢，时不时就长针眼。你那困不好、脚不好，还是讲胸痛哈，他就会容易长针眼，这个有关系吗？跟体质大概就有关系了。我们的针眼大部分都是像葡萄球菌啊、链球菌，它本来就是在我们眼睛里面的正常菌丛。可是当你我们一般讲，它像这个麦粒肿，大部分都是我们眼睛有一个叫麦氏腺体，这个腺体它发炎以后，它就会产生这样。所以跟女性有时候跟这个更年期之后，或者说是经期之前啊，有时候他们跟这个都有点关系，跟荷尔蒙都有点关系。对，那容易长的人，如果你一直去揉它的话，因为这个麦氏腺体它会互相传染，所以它可能从这个腺体跳到另外一个腺体，它就扩散开来，这样一直长。那也有人就是像你讲的，他有在某一个阵子他长了好一阵子，后面又莫名其妙就好了。那这个在儿童身上我们常看到，因为小朋友这个很多很大才这样。可是我小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奇怪的，你不觉得有点高兴吗？儿童才会这样，发展迟缓嘛。还有另外一个奇怪的状况，我的眼睛好像很容易微血管破裂还是怎样，就是出血，所以我就会呈现一个没有眼白的人，我就只有眼珠跟红色的眼球。哇，那时候我念小学。那时候小朋友都好怕我，小男生都吓死，像啊鬼啊，你眼睛怎么是红色的？然后因为我眼睛还算大，所以我每次只要瞪小男生的时候，小男生都一定会逃开。然后所以那时候女生都跟我很好，因为他们就会受我的保护，没有男生会靠近。那是出血吗？对，医生那个时候我很小，然后我也搞不清楚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只觉得还蛮屌的。要结膜下出血了，对，结膜下出血的人就是说，他出血以后，他在那个位置很容易不断的在复发。对，所以我一直在红眼睛，大概都在同一个位置了。那有人就是说他在结膜下的地方，他有产生一些不正常的这个血管虫。那这个血管虫有时候你去揉了，或者说是睡觉，有时候大部分都是在睡觉的时候不小心去揉了，它就破掉了。所以破掉就变成一片这个样子。那大概1到2周，它就会吸收掉了。所以我不断的重复，所以我眼睛就是出血跟麦粒肿这2件事情都困扰我还蛮长的时间。是，那李律师，刚刚这个长哥有讲到说，他接下来就是会白内障。对，那什么时候才会？
其实我相信他现在可能就有一些了。我有了，有一点点，有一些。我们现在讲一下为什么他们要做这样的手术哈。刚才常先生讲说，他只做这个巩膜扣压术。你这个不要碰。OK， 为什么要做巩膜扣压术呢？因为巩膜扣压术它比较少机会会产生白内障。那这个王先生他去做这个玻璃体切除，去灌这个油，那这个产生白内障机会是100%。所以我一般有对，所以他为什么开始为什么一开始他先只给他做巩膜扣压？一方面也是为他好，否则的话你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只要你做了玻璃体手术以后，大概在半年之内，那它就会变成白内障出来了。那是因为它改变了眼睛里面的状态。那知道它大约什么时候会？一般要在半年之内，大概就会有了。开始有，但是到有白内障是越来越模糊嘛？对。那到多久它必须要在？你会感觉到你的近视在加深。譬如说我原来像常那现在是1400度，可是当你白内障加深的话，它近视可以到2000啊、3000啊都有可能。那到几度的时候，太太有没有化妆，她是看不出来的。1400度通常拿下眼镜就看不太清楚了。对。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所以认错太太？将错就错。那也要看对方是谁的太太。太太有没有认错啊？那这个吕医师拜托好不好？叫我一张，你也当个大家讲啊，什么叫巩膜扣压术？这是这个吗？这个是视网膜破孔，水已经灌进去了，所以这个视网膜整个都已经凸起来了。这是另外一个破孔的地方，所以就变成这样。尤其这个重力的关系，这个洞在上面的时候，它产生的这个网膜剥离的情况就会更厉害。那这个地方是以前已经做过扣压术了，所以网膜整个被往前顶起来，所以看到以前做的一个痕迹在这里。对，这个就是王瑞德的眼睛吗？没有，他做这个失败啦。对，这应该是我的眼睛。这是长哥的眼睛。好。所以这个就算是手术成功了嘛？如果扣压术成功以后的话，大概是算成功的。对。那以后不会有任何后遗症？但是他这次可以了，但是这个网膜还有可能在别的位置，还会在玻璃，对。而且因为你的近视又更深了，对，眼球绷更紧，所以危险又更高了。所以长哥不可以做伏地挺身吧？不可以，有压力的最好就是很多东西不能做，像云霄飞车不能做嘛，什么高空弹跳倒立不行嘛，翻跟斗，伏地挺身啊，举哑铃这些不要做。对，你运动要抱小孩，搞不好也要节制哦。抱小孩太大了就不行。最好就是不要举那种超过10几公斤以上。对，来，吕医师再说明。这个就是一个巩膜扣压的一个方式，他把这个巩膜扣压以后呢，他让成我们这个网膜跟我们的脉络膜，它能够连在一起。那常先生大概就会像是这样子，它这个网膜上面呢，它产生一个洞，然后雷射给它封起来以后呢，用一块这个矽利康的这个物品呢，把它巩膜给它扣压住。那扣压住以后，因为它两个之间会产生粘连顶住了，那这个网膜就贴起来了。但是它有一段时间呢，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在第1个月的时候要避免用力，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它这个粘住只是暂时性的粘住，不是像3秒胶粘这么牢，它就像一个浆糊粘的一样这样子而已，所以它是很 loose 的粘住而已，它需要1个月的时间，松松的粘住，对，它需要1个月的时间才有办法能够完全贴好。对，还有大家要注意就是说，瑞德，等一下好不好？不过医生也有讲啊，就是说做电视不要太在乎收视率，对眼睛比较好。看数字，要不然压力太大。这要跟老板讲，要跟客户讲，不要买机体。好，我记得上次好像就是讲说眼睛干就是年龄的问题嘛，对不对？对，年纪越大眼睛越干，就干眼症。对啊，尤其在女性她受到女性荷尔蒙的影响，对啊，全身都干了啦。大概在更年期的时候，对。真的没有别的？那我们一直点眼药水有用吗？点人工泪液有用吗？一般干眼症它治疗是一开始的时候先点人工泪液、药水跟药膏。那如果还不行很干的话，他会把鼻泪管把它堵起来，就像我们这个浴缸给它放个塞子让它积水。那再都不行的话，有时候会打肉毒杆菌，减少你眨眼，那这个泪水就会积在眼中，大概。所以我们要经常这样很无辜的，不要一直眨眼睛，这样就对了。你减少眨眼的时候，他的眼睛就不会那么干了。对，医生有曾经跟我讲过，说要堵住一个什么管，然后让那个眼泪可以积在里头，你眼睛就会湿润。那瑞德可不可以问你？就是你在这个视网膜剥离的手术之后，对你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刚刚长哥讲的那个，你趴着，虽然我不用像他这样趴这么久，对不对可是我还是必须要老老实实趴10几天、10几20天。15天。对，那就已经很大的影响了。还有就是说，事实上，
那个眼睛啊，即便到现在有油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油会反射，它虽然变成没有近视眼了，但是它又会反射，所以你有很多事情会非常的不方便，比如说你会出现。我现在终于知道那种阴阳眼的感觉，你知道吗？真的啊，这是真的啊！我有灌油了以后呢，我常常可以看到你们看不到的东西。哎呦，我是说真的，这样怎么可能？真的，那个有点我不知道可能是幻觉还是什么东西，真的，因为油在里面跑来跑去，它会折射嘛。你看到什么东西我们没有看到？就看到通常所说的不明飞行物就对了啦啊 ，UFO 这样子了啊，就是说。所以我可以体会那种感觉，为什么？因为很可能是幻觉，我都告诉我自己说，那是因为油的幻觉。不是，你要抢他饭碗就对了。对，再问一下吕医师，你有开过阴阳眼的吗？我们一般说的阴阳眼就是两眼度数不一样，称为阴阳眼。不过一眼正常，另外一眼大概近视200-300度，称为阴阳眼。为什么？因为它可以看远也可以看近。到了中年以后，这个最方便，称为阴阳眼。那这个瑞德他所说的这个阴阳眼，其实是因为油的关系，因为油的界面跟我们本来玻璃里面的水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因为折射率不一样。所以他可能看的范围比我们阔，也不一定哦。譬如你在这边他看不到，你在旁边去了，因为这个光线经过油折射不一样的，就不一样。所以那种感觉就是你会突然间觉得旁边是前面站个人。就有些时候搞不好是错觉，像韩国学生竞争考试压力也很大。韩国还有个法律规定啊，补习班不可以超过午夜12点啊。可是他们补习班都开到1-2点很多的。对，就学生也是啊，就是压力很大，然后有一天突然匆匆忙忙跑回来，妈，怎么办？因为放学回来补习班回来路上都是很黑嘛，如果看到鬼了，他妈说你看到什么？他说很奇怪，我只要一回头，那个白白影子就跟着我，我只要往前他就没有，我一回头他就跟着我，然后妈就给他扒下去这样。他说你这边连一个范例了，傻孩子。对啊。但是刚刚讲说还有什么？不是这种逻辑吗？对，我现在已经把油抽掉，对不对啊？可是因为那个油啊，事实上我们不是吸尘器，所以他用针筒用各式各样来抽的时候呢，我已经把它抽掉了。然后呢，可是没办法抽到完全100%的干净。我刚那个问法意思就是说，比方说你上节目，我们其实我们的灯光太强都是强光，对，没有错。所以我现在眼镜其实是有保护的。那如果遇到那个阳光的话，是完全保护。那你这个有没有用蓝光贴纸？我在看蓝光，尤其是手机蓝光最深嘛。那我有特别的眼镜或干什么，就把它尽量滤掉。我也尽量，我告诉各位，尽量不要太常滑手机。没有，因为人家说那个蓝光太伤眼睛了，所以问一下，还是会伤了。问吕医师贴那个蓝光保护膜有用吗？有用，但是问题是越有用的时候就越不清楚啊。一般来讲，我们这个滤膜如果超过30%以后，你看的影像就看不太清楚。那你如果达到80%以上，几乎都不太能够看。那你就会如果就会想更看清楚。他说，那一片都750块贴那个保护膜，这样要用吗？要买吗？但是它还有它是有等级的，譬如30%、40%、50%啊。所以顶多30就好。你原来你买这个手机，你就希望说它解析度是越好的。那你现在贴个80%下去，你变得看不清楚。哦，对，那常常用 iPad 啊，现在新生代都这样子啊，他们对眼睛的伤害会是什么？一方面最常见就是刚才讲蓝光了，因为我们大部分的现在眼镜呢都会滤这个紫外线。那我们的光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你把紫外线滤掉以后，蓝光就变得很明显。为什么现在一直讲蓝光？因为紫外线这一块已经没有问题了，那蓝光也是能量比较大的。所以如果说你在一个暗室里面呢，一直让这些 LED 灯啊，或者是像 iPad 这些光线一直刺激眼睛的话，它对时间久了以后，对我们的视网膜是会有影响。我倒是讲请教律师，有一些人就说啊，我有阴阳眼，所以我看得到那个平常你们看不到了。对，这个眼睛真的有阴阳眼啊，看得到这种东西吗？有人我们像我们一般人呢，他看到的这个波长大概是固定的。但有某些人呢，他可以看到你真的可以看你超过的部分，比如说我们大概都看不到 X 光。但是某人他的这个眼睛的结构，他就可以看到 X 光部分，所以他看的这个范畴就比你大，他当然可以看到别的东西啊。有可能这样。所以刚刚洪怡我讲的说，那个油没有办法像吸尘器一样全部抽干嘛？各位，我现在跟各位讲话的时候，我的下面有个圆圈。我的眼睛里面有一颗圆圈，你知道吗？那个圆圈的外观是黑色的，然后呢是一个非常圆，那里面本来是金黄色，现在是透明的。不管我眼睛张开还是怎么样，除非我再特别去再做一次手术把它抽起来，要不然他一辈子跟我这样子在一起。那个干嘛？不是，是我那个油没有办法完全的抽干净，会有这样的后遗症。气泡没有完全消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对，所以我还是告诉各位，我刚刚讲的，开始有一些散光，然后灰纹症变黑、变粗、变大。还有就是会有一颗一颗，你会觉得说有一颗一颗亮光，黑黑的亮光，其实它是出血了，你就要注意，你的眼睛就开始出现。还有一只眼睛有问题，你的体质绝对不会是一只眼睛一边吧，所以你另外一只眼睛也可能有问题。所以是像长哥他是接下来还会得到视网膜剥离。
另外演的话也还有可能啊。其实我们他本来是已经发生过的呢，是不是就不会了？也还是有可能，还是有可能。为什么？因为你可能在我们譬如眼球是360度的，它现在可能在，比如它在这个上方发生了，那我们就像我们补衣服一样哈，你把衣服这样这边绷紧了，对不对？旁边地方又拉得更紧，所以这边补好了，旁边又在产生破了，对了。那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对了。所以就算你开过网膜玻璃没有问题了，3个月到半年一定要再检查。再检查，对对。所以长哥，你的应该是说你的左眼。对，其实也有可能。左眼而且因为右眼现在视力不好嘛，所以其实左眼的负担会变重，就会觉得比较容易累。对，会比较容易累。你如果把眼镜拔掉，可以看到什么？眼镜拔掉啊，你拔掉现在就是模糊一片啊。各位，这样几只？有了2只，这样没有瞎掉，但是就是各位的面孔，这样我就看不清楚了。对，这样看不清楚了，不行。这样呢？3只勉强。这样不行，这样不行，这样就不行。这样5只了，这样就用猜的。这样就用猜的了，因为形状不一样。而且手术后普遍那个手术是严重手术的度数会增加200到400度以上的那个近视眼的度数。像我现在本来开刀前570，我现在已经快接近900了。不是，因为这个你这个老实讲，比方说出国或者在外，你如果眼镜掉了，对，你怎么办？就完了。对呀。那他可以坐飞机吗？如果网膜玻璃有打气的话，在那段期间是不能坐飞机的。有气泡的时候不行，因为那个压力不一样，会让那个气泡。它的气是一种特别的气体，它遇到这个在低压的时候，它会膨胀。所以我们也曾经看过有的病人，他从美国回来开刀，开完刀以后，他可能医生没有跟他讲清楚，他就搭飞机要回美国了，飞到一半，飞机还迫降，因为他就胀到受不了，眼睛破掉这样子，他就胀到很难过，他只好要求迫降，在日本就迫降。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好可怕。所以其实打油跟打气听起来，可以要求迫降吗？那个飞机等。于是刚刚我们说，每人说我们7个人有6个人有飞蚊症，飞蚊症可以治疗吗？飞蚊症哈，一般来说哈，大概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它维持在现状，大概最好。那有的时候它慢慢会消失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飞蚊，假如说它有2个情况，一个是来自于玻璃体的，就是我们刚才讲说眼球里面的这个避震器。那这一种的话呢，当它比较靠近视网膜的时候，你会看得到。可是慢慢的，它有时候会松弛了，有它往前面跑，你就看不到了。所以有人跟你讲说，我飞蚊症好了，这个会好。那如果来自于这个视网膜的话，它自己来自于色素掉下来的话，这个都不会好。那大部分的病人都不会好。可是呢，但是什么样情况会加深呢？就是很多不要去做一些像我讲，就是像高空弹跳，很多人高空弹跳以后就会出问题。还有一种气功，为什么高空弹跳会出问题？因为高空弹跳一个瞬间里面，它有一个很大的压力，一个拉力，那个压力。还有就是有一种气功啊，这个铁针打头，我们也看过铁针打头也有视网膜玻璃的。那另外有云霄飞车，我们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还有就是说，不要没事啊就去拍头啊。有时候像有一种气功也是没事拍头的，那种拍头有的时候也会可能会造成这个，因为在眼球周围的，你只要给它一个重力，给它刺激的话，假如你周边网膜不好的时候，它都有可能造成。那我们去按摩的时候，他都会抓我们的头，刮那个头，这样可以吗？其实避免，尽量不要。然后还有尽量不要，然后还有就是不要揉眼睛。我们养成习惯会揉眼，千万不要揉眼睛。揉眼睛就送哎，但是很危险，非常危险。我也是这次住院以后才知道，说揉眼睛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动作，千万不要。为什么揉眼睛会是危险？因为你在揉的时候，你这个瞬间你就把眼睛的压力就增加很大，大于好几个大气压，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力量。那你想想看，你压下去以后，你把它移开的时候，它一个反弹，你看这个力量多大，它就产生一个吸引力。所以假如周边网膜不好，它这样一吸，这样一拉，有时候网膜就掉下来。医生，我买那个眼睛按摩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对，也不太好。其实那个都不太好，所以要做这个的话，都应该先检查一下周边网膜有没有问题才好。如果你周边网膜是健康的，当然没有问题。那现代人是因为寿命慢，一下好吗？像我就弄下来，然后这里揉一下，这样，这样要紧吗？按摩穴道，对不对？这样要紧吗？我就你没有去揉眼球，我就会这样子。你是揉那个眼睛上半部，这样要不要？你如果是往上顶，不是压在眼球的这个，直压眼球的球体上面是比较还可以。对，其实我会建议说，红姨，因为你
我们一般的人没办法控制那个力道跟部位啊，我会建议说把手弄热，对不对哈？用手的热度去，你跟你按摩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像热敷一样让它舒服，但是尽量还是不要揉，因为不小心揉，我告诉我，因为我这5个多月来啊，常常一开始的时候每个礼拜都要回去复诊1次啊。我看到复诊的时候很可怕的是啊，因为医生说白内障，因为像我妈生前他们大概60、70岁才会去开白内障嘛，以前是50几岁以后才会，我看到的不是这样，都是40几岁来开白内障。那我这笑，真的都是年轻的，越来越年轻，而且很多来了以后就会进来叙述哦，因为我们在等待的时候叙述。他为什么会白内障？都是一样，都是这样的散光啦，然后飞蚊症啊，视网膜剥离啊，年纪都很轻，都40几岁。所以吕医师现在有年龄下降的趋势，是不是？因为高度近视的关系啦，所以大家知道说认为说高度近视没有关系嘛，戴眼镜就好了。但是高度近视是造成白内障年轻化最主要因素，所以像这样的人，大部分他都是有很深的高度近视。对啊，于是你近视600度嘛？对啊。那你有老花吗？我有老花，对。你有散光吗？我有散光，对。你是把一整个3种都放在一个镜片里面吗？我是叫做阴阳眼佩戴法。我两眼600，我一边戴400，一边戴600，像我看远看近就可以看。对。不是，那你可是你2眼都600，有这种配法？可以。我们现在其实现在越来越鼓励人家用这样的配法。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子？像譬如说你比如说我现在600度，我2眼都在600的时候，当你要看近，你一定要把眼镜拿下，你才能看。对，因为不这样你看不到。可是你把一个眼睛配600，一个眼睛配400的时候呢，他偶尔看近了，他也都可以看得到。那这个是最方便，对生活上来讲最方便。就是你连看近的时候是用另外一只眼睛在看。对。你看最近比较有名，可是你这样走路会失去平衡。不会，你看那个吴淡如啊，他们现在不是老花雷射吗？他们现在这个所谓老花雷射，大部分的人都是做这样子的方法。淡如有老花雷射，他是说他所谓老花雷射。对，它实际上是双眼近视雷射，但是它把一边就留了一些近视的度数，所以它看远看近都可以，我们称为老花雷射法。但实际上就是让你变成阴阳眼法，一个眼看近，一个眼睛看远，这样。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做雷射，我们再配眼镜这样子度数配不一样就可以了。如果说你可以戴多焦点，你可以戴的 OK 没有问题的话，你可以戴多焦。多焦不好，就像坐船一样的，他们戴起来像坐，有时候你顺便一转头就好像要多焦不好戴，真的不好戴。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两眼的一个度数，比如说你两眼度都一样的。那就是2眼给他差200左右，对，那你看医生不早讲，我们都被眼镜行骗了，今天才配了。去眼镜行就要配一个远的，一个近的，配2副。多了解。但是如果你的工作是文字工作者，你要长期要看近的话，你有一副看近做长期做事会比较舒服。我刚才讲这个是，如果偶尔，你比如说要去银行要写个支票啊什么的，你戴这样的眼镜就可以做了。可是我要长期阅读啊，你戴个浅一点度数，你还是会比较舒服。就不用像我现在这样子了。你干嘛？老花眼看不清楚，我要戴这个看了，你不知道，年纪大了你不知道，真的假的？这很糗哎！真的，老花眼。这是什么？放大镜啊！哦，这个厉害。你知道？对的，你知道现在年纪大了叫服老啊。现在有一种店家哈，你买东西有时候他会送你一个那种1小片的放大镜，对呀，没错。然后让你带着啊，你比方说你在机场啊，你在公共场所看报纸然后干嘛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看。对呀。那怎么好意思拿出来看呢？结果人家就送我太太，我太太去到那边看不清楚，我不说你不是放大镜，这时候怎么可以拿出来？但是这表示说人要服老了，还有就是刚刚医生讲到是高度近视哦，所以不要以为说，哎呦，我就 iPad、电脑、手机对吧哈，这些东西都会增加你高度近视，尤其现在年轻人最怕什么？这个要跟大家讲，手机就是那个线上网络连线，一连就好几个小时，你更容易高度近视，然后就容易视网膜剥离。其实近视眼，我想我说一下啦，吕医师，你可以帮我们补充一下，就是它其实是有一个进展的，所以你越晚得近视，你得高度近视的机会就越小，所以你像你说一定是小学就近视了，对，太会读书了。不是小学，因为你如果是青春期以后才近视，它不会高到哪里去，不至于高到所以就尽量延缓，就是很多的小孩父母一定要尽量延缓小孩近视的时候，近视在小学以前，就是小学以前加深这样子，否则其实他们都可以算得出来，你的度数就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几岁的时候开始近视眼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是上轻的哦，是几度哈？其实我们看过3000度的啊，3000度是怎样？它是就跌跌撞撞来看门诊就跌跌撞撞，他来要坐的椅子啊，他给他坐空了，所以你只要看他戴眼镜哦，他没有戴眼镜，他没办法戴3000度的眼镜是没有办法戴的，因为第一个它很难配，它产生临近效应太大，他没办法戴，对。那怎么办？这个一般就要开刀了。这个开刀，你把这个白内障拿掉以后，
像有3000度，通常都有它并发有白内障，你把白内障拿掉以后，它这个度数就可以降下来。他为什么得3000度？因为它白内障变熟以后，它近视度数就会加深。我们在临床上常常看到一些大概像一些足科的工程师啊来看门诊，近视大概1800、900度。当你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它就变成在100度而已，它生活上就方便很多。他3000度看股票看得清楚，3000度大概。你不要这样讲，他3000度做的股票，搞不好不会输给那个30度的，因为他做错了。不要讲笑话。好，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是想说担心黄斑部病变，对不对？这也是未来也是一个已经是一个趋势了，就是说很多人得这样的一个病，对不对？啊，那这会怎样？黄斑部病变的话，到最后造成失明哦。实际上，欧美国家失明的第一个主因就是黄斑部病变。那台湾地区的话是失明的第3主因了。那为什么会得黄斑部病变？老化是最常见，然后高度近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糖尿病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OK， 那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女生比较不容易这个叶黄素欠缺，因为黄斑部病变跟叶黄素补充有关系，对不对？黄斑部病变跟这个抽烟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女生相对于男生，她的抽烟是比较少的。那抽烟的人呢，他得到黄斑部病变比没有抽烟大概多10倍以上。哎呦，我们有一些摄影师，很少数的摄影师有抽烟呢。对。所以应该戒掉了，对。不然我们都拍不好看，哎呀。所以其实很多种眼睛的病都是因为高度近视的人。对。没有，他现在讲的是抽烟呢，抽烟是很严重。对，但是他刚刚也讲到很多抽烟的人以为都只有得肺病，对不对？不知道他会得这个，影响眼睛啊。而且女生比较不容易的，女生的叶黄素比较不会那么欠缺，所以女生吃蔬菜吃得多嘛。对，女生相对于男生的话，吃蔬果，她吃的量是比男生要来得多，对啊。那于是你怎么保养你的眼睛？我们一般大概就是说轻食缓动啦。就是我们正常跟病人讲说轻视缓动，不要太激烈的运动。对，有的病人他就比如说像这个瑞德兄啊，喜欢仰卧起坐啊什么的。如果说你确定说你网膜有不好的话呢，不要做很快速的散步。对，散步跟我太太散步是最好的运动啊，就每天大概如果走上大概40分钟，快走的散步是最好的，对循环啊大概都有帮助。那轻食啦，就是说不要吃太油腻的食物啊，这个对眼睛都有好处，因为。这些情况都会让你整个身体比较健康，身体比较健康的话呢，间接它有影响到眼睛，而且尽量不要高血压，对，血压高对眼睛也不好，是，对。那瑞德，你头讲你手术了，你就会看到迄有诶无？我那个是在，因为我大概油放在眼睛里面大概2个多月，因为他们医生是不建议超过3个多月，因为都会有白内障嘛。像我现在油抽掉，但是我还是会有一点白内障。白内障就稍微有点模糊，对不对？有一层像膜一样的东西在那个地方。那可是，在油灌进去的时候，因为事实上这只眼睛就575度就不见了，像归零一样。然后我就看得很清楚，对不对啊？可是很奇怪的，我可以看见很多，所以我都不确定我看到的是不是人，你知道吧？所以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我不确定，为什么呢？你可以说那是油的反射啊，也可能因为油嘛，所以它的反射的角度可能都不一样。可是真的，你就常常可以感觉到。比如说我走路经过的时候，或者是我在一个地方喝咖啡的时候，那个地方明明就没人，可是我可以看到人，你知道吗？或者走路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好像有人跟人家这样错身而过，然后可以看到那个人，而且是感觉是好像还蛮明显的。所以刚才把眼睛的油撇掉，所以我可以感觉有点像是那个阴阳眼。然后这种在白天还没有什么哦。在晚上的时候，这考验就来了，你知道吗？因为不是在室外会这样，室内也会这样，你家好，所以我胆量都蛮大的哈。我就说，因为我经过29年跟我太太的考验，你知道吧？哈，所以我胆量都蛮大的，我都告诉自己，就是说那是幻觉，因为你一定要告诉自己是幻觉，否则因为太真实的，你知道吗？有看到男的，有看到女的，有看到儿童，有看到老人，可是为什么我知道它是假的？因为你看到的时候是用眼睛的那个余光看到，可等到你整个人折过来，人是没有的，你知道吗？那它到底在哪里？是它一开始会造成很大的困惑。那现在呢？现在好，因为油抽掉了，油抽掉以后他们就不见了。那你会怀念看得见的日子吗？要不要灌点进去？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波多野结衣，你知道吗？我不会怀念啦，那个很可怕的那种感觉。我跟你讲，所以真的是要。那你这样的眼睛，如果看那种特别的影片，是不是感觉都打了马赛克？我那时候在住院没有看，我不知道，我都在看《资治通鉴》了，你知道吗？是，那于是我有一阵子大概2、3年前，我的眼压感觉自己感觉很重，然后眼睛很疲劳、很涩，那是代表什么意思？老了。可是大部分都是干眼症啊，眼睛比较干，因为我们在这种环境之下，荧光灯会觉得干了。对，所以我们门诊常有人来说，我是不是青光眼、眼压高？
那可是量眼压大概都正常。可是呢，为什么我现在又会感觉就是没有那个眼压各方面的问题没有？就只要跟你有个足够的休息啊，大概也有关系啊。医生，眼压应该保持在差不多20嘛，对不对？正常眼压在20以下。20以下，对啊，要20以下才正常。自己会发现眼压高吗？胀啊，眼睛如果很高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对，那个感觉有点像那个高血压会造成这边太阳穴这边不舒服的感觉是一样。其实那跟看东西跟生活压力都有关系，对，会有关系。你如果不睡觉的话，熬夜的话，其实你眼压就会变高，你就会觉得不舒服，眼睛胀胀的这样。所以睡眠很重要，睡不好眼压都会高。我今天眼压，哎，怎么灯光变暗了？哎，奇怪，没有睡。昨天晚上怎么睡？你说53年，昨天没有人睡。